好啦，咁啊嗰邊入閘情況又好快嘅咋。係聽到啲群眾鼓噪咧就知㗎啦，唔係鼓噪嘅，喝彩嘅嚇。因為日本嗰方面係咁㗎，咁啊東京競馬場裏邊超過10萬嘅觀眾喺度㗎。唔知啲馬咧習唔習慣咧，真係都幾影響佢哋啊！會唔會真係驚啊？咁樣睇佢哋好似冇乜嘢咁樣，搞得幾淡定啊！但係入閘好快㗎，大家留意啊嚇。咁啊，我哋揀咗1號、8號、10號、14號啊，咁啊作為我哋呢一場日本打比嘅推介啊。咁4重彩楞埋3同13。哇！你睇下，即係日本一當呢啲大賽一跑嘅時候咧，哇！座無虛席嘅真係。第一位現場觀眾啊，琴日下晝已經排隊入場啦。咁支持啊！係啊。咁啊，4重彩方面呢，我哋用1號啊呢一匹嘅氣概凜然做膽，拖呢個3、8、10、13、14複式馬膽嘅話呢，就有240個組合啊！香港呢方面嘅大熱門都係1號㗎啦，29蚊。 1383匹咧都大震撼個指示嚟㗎，所以佢哋係包辦咗日本2000堅尼大賽嘅3甲嘅。咁啊，呢匹即係氣概凜然，咁最近連贏3場，咁其中2場都即係冷到20倍開外，咁日本馬迷朋友好似都有少少睇低佢嘅實力啊！咁睇下老明正義喺呢度咧，就可唔可以即係幫到佢啦？而家成為大熱門啊！同埋呢件衫啦，比較少啊，呢啲場合見到佢㗎。希望就可以咁啊，難得今年喎啊，Sunday Racing 嘅缺席嘅喎。一隻都冇喎，舊年2匹都好惡嘅喎嚇，冇錯啊，一出到5匹㗎嘛，舊年係。好似就真係有啲強手又唔喺度，咁變咗就個機會係大咗啲啦喺呢一度有波嘅趁機會啦。好啦，馬匹入咗半㗎啦，而家見到咧就草丈夫都入閘啦，咁啊出邊入緊閘嘅咧仲有猛攻，入閘好快㗎，睇嚟就即將開跑㗎啦。好啦，再跟住行埋去就征服之戰。咁啊，內檔嘅馬，哇！見到好似排好晒㗎咯喎，因為剩翻隻浪子回頭都行埋去㗎啦。好啦，2016年嘅日本打比大賽出馬18匹嘅，睇嚟最後集將為呢匹浪子回頭啊！交俾你啦，浩然。好，唔該晒。馬匹入晒閘啦！2016年日本打比大賽起步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咧出得都幾齊㗎，前面快少少嘅，中間咧就李建光轉出得快啲，但係內檔呢個時候咧花蜜都預咗係佢帶頭嘅。咁啊跟住埋緊嚟嘅馬愛麗強勢天域龍馬大外檔啊，洞悉天機啦，同埋隻浪子回頭㗎，咁再跟住咧豐收節唔係太慢嘅啫，中間仲有啲醒目奧丁啦，咁啊哇喺外檔嗰隻零丁呢出邊嗰隻猛攻嚟未埋到嚟喎，後一陣嘅馬咧咁啊見到咧後啲位置係7色線嗰啲褪咗比較後少少啦，咁啊中間咧仲有啲咧就赤老大啲亦都埋咗欄㗎，再跟住青花套驗啊咁就跟住喺尾嗰啲馬咧先見到啊，咁就落深山暫時躲得比較後啲嘅。好啦，轉過對面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呢係唔搶得好快，預咗係佢㗎啦。花蜜咧呢個時候咧一帶成3、4個馬位出嚟嘅，首位第2位痛惜天機啊，愛麗強勢守住第3㗎。哇！再跟住成6、7個馬之後咧，先見到呢個浪子回頭啦，然之後就天域龍馬噃。咁啊再跟住啦，再2個馬位之後咧，先見到咧就係呢個草丈夫啊。咁啊今日有馬放佢唔使自己帶頭啦。再2個馬位之後，李建光轉啦，咁啲實力馬喺隔離啊，豐收節啊，咁同埋咧就氣概凜然啦。外檔嗰隻係征服之戰嚟嘅，再後一陣啊探求到底啊，醒目奧丁啦，咁然之後7色線啊，咁啊再跟住先見到永生常存啊，做好赤老大啊，墮得比較後啲，仲係落深山嘅。好啦，跑咗1半路程到啦喎，咁前面帶緊頭咧，仲係花蜜帶頭嘅，首位第2位仍然都係洞悉天機啊嘛，呢個愛麗強勢係仆住第3啦，咁啊再跟住咧先見到咧，仲有咧就呢個天域龍馬嚟嘅，咁啊再跟住啦，先係浪子回頭啦，咁然之後咧就比較後少少個馬咧，草丈夫咧今日跟喺中間跑冇咁吃力嘅，一個佢要自己帶頭辛苦啲，咁啊再跟住李建光轉上咗啲啦，然之後就豐收節啦，氣概凜然就唔係要內檔係二碟嘅啫，外碟嗰匹咧仲有咧就呢隻嘅征服之戰嚟嘅，再後啲係7色線啊，赤老大啦，墮得比較後啲嘅，咁啊遠遠墮後咧，暫時咧就嗰匹嘅猛攻嚟噶。好啦，差唔多入彎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帶頭仲係花蜜啊，愛麗強勢啊拍到上嚟第2位啊，咁首位第3位仍然都係洞悉天機嘅，啲熱門馬喺邊咧開始喐啦喎，咁啊走出外檔係李建光轉啦，咁然之後先見到豐收節都跟佢條路上嘅，走埋出去外檔係氣概凜然啦嗰啲馬嘅，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，前面仲係花蜜帶緊頭，愛麗強勢係跟住佢啊，走出去外檔衝呢個時候咧，仲有咧就浪子回頭嘅，咁啊出邊嘅李建光轉啊，豐收節啊，咁同埋咧氣概凜然全部都有位㗎，去就300米範圍嘅時候，前邊咧花蜜就停咗啦，呢個時候殺到上嚟就李建光轉啦，中間穿出嚟豐收節大個檔殺上嚟就氣概凜然嘅，幾匹馬拍住鬥嘅時候咧係李建光轉啦，仲鬥緊豐收節外檔氣概凜然啦，睇嚟都日本2000堅尼大賽3名喺晒度啦，個鐘時候係即當碼頭啫，係李建光轉咧，同埋呢一隻嘅係啊豐收節影相第3名嘅氣概凜然啊，咁啊結果就冇乜驚喜啦，係日本2000堅尼大賽嘅頭3名啊！亦都係大震撼嘅3匹指節包辦頭3名，睇下1、2名咧，究竟係李建光轉啦，一敗豐收節啦，都相當之精彩啊！今屆嘅日本打比啊，李建光轉
咁入邊啊，豐收節要影相喎，好近喎兩匹馬。望多次嘅直路啦。我哋睇多次直路啦，咁啊一路衝上嚟就豐收節，佢有啲內閃嘅，咁但係李建光轉就一路都上風㗎。咁啊第4名睇嚟外檔上嚟再匹醒目奧丁睇下可唔可以攞到第4啦。咁如果係就頭四名嗰個4重彩都係熱門嚟嘅。叮當碼頭可能裏邊着數啲喎，睇下條線，似裏邊嗰只喎。豐收節道先喎，有可能冇錯啦。咁但係好近嘅，川田象雅。咁啊兩匹都你冇話坐騎嚟嘅，但係第4名係天域龍馬喎。咁即係話日本2000堅尼大賽嘅1、2、3、4名都翻晒嚟喎，全部就係呢頭4名啫喎，咁簡單喎。反而京都新聞杯嗰條戰士就有啲走勢上外檔墮得後得滯啊！嗱，赤佬帶個問題就係墮得後得滯，佢又係一定要墮咁後。咁睇嚟咧就豐收節嘅機會會高少少啊！睇條線頭先就係啦，第3就一定係氣概凜然啦。氣概凜然啦嚇！川田象雅啦，睇嚟啦，做翻出好戲啦，係啦，冇錯啊！今次真係其實係驚我騎師嘅啫，真係。因為上次啊，真係一換佢上陣，佢今日醒目啊，一路黐住李慕華㗎。因為上次係排到尾二啊，佢又墮得後嗰頭上一場，尾二衝上嚟跑第2，咪當地度仲要影下相啦。但係睇就似乎佢上風嘅，3號上風啲啊，睇嚟就。入邊啊，川田象雅。梁浩然都好厚道啦，話川田象雅做翻出好戲，爭啲成台戲俾佢拆咗咁滯啊！可以好積極啲出翻嚟嘅，佢都冇做到啊！咁啊，不過都最後有機會都有影贏啊！呢個豐收節近年都係㗎啦，高月上嘅 form line 一路延伸落嚟，打比都係會好嘅。今年亦都唔再例外。